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美国航空载人客无人机自到暗时，伫瑞金华盛顿国家机场附近呢，伫咧半空中和美军的乌鹰直升机相撞了后，落入去河内面。这华府市长包赛顶人开记者会，敢若讲到有300多人投入搜救行动，目前找到偌济遗体，敢也有生还者，这拢无对外来说明。 载着60名乘客甲4名机组人员的美国太平洋载人航空小客机，伫进入瑞军华盛顿国家机场准备降落时，甲一只载3个军人正伫这片飞行训练的美军乌鹰直升机，伫空中相撞了后落入去河内底，有看到人讲，敢若亲像大型的烟火共款。就伫演员发生前无到30秒时，塔台人员问乌鹰直升机是毋是看到这要降落的小客机，并且经由无线电呼叫乌鹰对小客机后面通过。不过伫几秒了后，2台无人机就相撞。因若机场遂停止所有起降作业，甲所有跑道关起来，要求其他的飞机改到其他的机场。在外台的消防车、甲救护车以及紧急的救援人员是赶紧到机场协助救援。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警方对波多马克河获到真侪具的遗体。 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讲，川普已经听取简报，随后川普伫家己的社群平台发文，除了表达哀悼，也质疑直升机的这个飞行路线甲塔台指示。美国航空公司是讲，正积极甲地方，也有州以及联邦政府合作来救人。 Our efforts now are focused entirely on the needs of our passengers, crew members, partners, first responders, along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loved ones. Yes, both aircraft are in the water. The focus now is rescuing people, and that's what all of our personnel are focused on. 警方讲，消防专家也已经加入河上的救援行动，不过天色渐渐暗嘛，而且天气真寒，也增加救援行动的困难度。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